伊甲闪片唔敢出来见面，可见伊就是伫咧驱跑自卫啊！咱必须要甲伊找出来，治死地。对，一个小小的柳河山，绝对无法度渡过自卫的掌中。诸位，我也捌亲眼看过柳河山的身手，当年在娘里山为了争夺继承的地位，一方面也邀请到太平五雄。 搁在另外一方面，也邀请到柳河山。各位所知影，五雄联手，所向无敌。迄个时阵，我也判断讲柳河山绝对会死。结果呢？结果怎么知？结果五雄血肉回死。但这样一个高手，敢无法度好去对付柳河山性？无咯。 既然阮来后，绝对爱甲伊收治起来，只是爱想一个办法来对付伊。对，只要柳河山死，起码伊所到之处，人人叫骂。现在是伊最消沉、精神最混乱的时阵，伫这个时候出手，咱一定有10成的胜算。对，出其不意。 先下手为强。我反对，我无同意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各位，恁拢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之辈，应该尊重江湖的道义。咱会用发出请帖，堂堂正正，约伊柳河山出来一决雌雄。 你袂用去赴约，你要赶紧离起来啦！阿兄，我求你，你莫去，你莫去啦！我若唔敢去赴约，就表示讲我真是因伫咧所想的迄款大逆不道啦！哼！既然伊是江湖正义而来，我就来去赴约，必须要去。也毋过华林峰伊是办弄是非，到时阵伊若听一面之词。 无爱听你辩解，刀剑若祭出，安尼要安怎？对啦兄，你莫听一时之气，因遐吼拢做是武林高手呢。阿兄，你孤立无乱，人国好汉无食咱前亏啊！哼，真正因是遐尼食无讲道理的人，我就要互因建设一个撇销身剑的威力。何三兄，敢讲你遐尔信任你家己会当赢因是？搁再讲，伊是各大门派高手，到时阵你要安怎就好？ 我必须要证明，我毋是不好囝。我要互江湖上的人知影讲，我毋认老母是为什么苦痛。慢些，哎呀，啊无我甲你去。是啊，何三兄，我也要甲你来。要我是我家己一个。 你就是柳河山，正是。你为何无要认家己的老母？
对岛港自尽。这是阮的家务事，甲各位无关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今仔日毋是要来卖鱼，我今仔日是要来讲一件天大的冤枉。你何三毋是亲像恁咧想迄种人？恁哥哥遮拢戆头戆脑，才会去中着花莲芳的鬼个？嫌弃的，你来讲人，大家戆头戆脑啦。若毋是戆头戆脑，哪会去中人的计？亲像你何三遐尼好的人，恁将伊当做歹人，所怨你要放伊做孤家啊？恁斟酌听看卖咧，听卖咧。今仔日花莲芳的小妹花玉文亲身要来这个所在作证，要互恁这戆头戆脑的知影讲，恁所怨的刘何三，讨厌刘何三，这都是伊花莲芳头一步的计划。啊，若是第二步咧，是当个换你讲，我足喙大的，啊，毋过我袂晓开。我替你开就来开开。啊，若是第二步，就叫我啉中啊绿手。头尾啊，毋是啦，是高手，毋是绿手啦。大家拢太水，安尼就是规高手啊。对，绿手是绿手，开就来开开。伊要煽动我啉中啊绿手，杀死刘何三。刘何三是安怎哪无爱认伊老母？即摆咱就是要请这个花小姐亲身向恁大家解说。大家静静听。18年前，刘何三因阿娘杀死因爹的时阵，刘何三迄个时阵才拄好7岁，伊就负起抚养因小弟的责任。对，18年的中间，刘何三老费老肝受尽千辛万苦。对，大爷是小弟，这个代志若是确实发生恁大家的身躯，恁是毋是会怨恁老母？对，花莲芳还阁请各大门派遐个弱手要来对付着伊刘何三，个个拢败在伊的手头。刘何三权衡大量，不但是无害死遐个各大的弱手啊，反倒当然受龙甲花莲芳因拢放伊走，亲像即款的人，敢正是会逼死老母心？对，花小姐伊是为着天理，为着良心，所以今仔日伊才要来向恁大家解说。是刘何三好人，对，伊是好人，所以我定要互伊做徒弟。我反对。啊，我足衰，后咸伊会犯着救死汤的。再好，听讲我一对。安尼恁听有清楚哦，行来去大庙埕帮忙听，真正话咱就听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我只是无希望阮阿兄死记咧散布你的恶言，无希望船顶上的人讲你是一个不孝子。我已经欠你真多，你搁安尼死罪，我是要安怎样还赏你？
是同款。我犹原爱感谢你。感谢，为什么？好山，阮大哥玉厝。 但我愿成心头愿，愿将这个生命啊，献给相关。经过我的小弟溪山，一定正经赴考。当伊义任归乡了后，迄个时阵，就是我刘浩山要幻想着稳静。 到撤销的时阵，来，阿婉啊，老爷，一只摒扫一间空房，互我阿婆仔困，先煞带去后面换一个新衫。好，是，阿婆，来，对这。你收早转来是？啊，女儿，对，女儿啊，我今仔收所倒转来，有哪搁对水路倒转来？想袂到讲伫咧宫中咧救一个可怜的阿婆啊倒转来。这个阿婆啊，真正可怜，无惊无sợ，搁无缀意外。我想讲，咱厝内面也无亏欠伊的食穿，所以我想甲带倒转来，住咱厝内面。伊嘛用甲你做伴。阿弟啊。 迄个阿婆啊，即摆人伫倒位？即马伫后面咧换衫。阿婉啊，迄阿婆啊，人换衫换好，叫伊出来见一个小姐者。好，来，阿婆，来，对家，来啊！恁有熟悉？无啊，我毋捌伊啊。小姐，阿姆，我叫做醉春，是溪山的未婚妻。阿姆，你投河了后，河山甲溪山的兄弟，请真侪人落去河中打捞。如今你无死，我紧来去通知因兄弟来接你吼。袂用的，小姐，你袂用的安尼做。为什么？你是惊因兄弟唔肯认你这个老母是？
因若唔认我，这是应该，我袂怪的。阿母，我实在无资格通我做伊的老母，而且因老爸阁是我害死，这才袂离啦。后三甲客三的两个兄弟啊，唔知吃偌济苦。我现在已经看到因长大成人，我都真正欢喜。若关系伊要认我这个老母，也是唔肯认我，这拢无重要。阿母，你现在真可怜。是小姐，我有代志要求你，我无死的代志。你千万唔通互好三面兄弟仔知影，抑可有，你袂用个互林准知影讲我是客三的老母。我哪会袂相信？决定你若甲阮安尼的相认，伊嘛袂斗互我自尽死。你无要认伊，这也无怪，因为你心目中最敬爱的人是你的大哥何三。在伊还袂认的之前，你唔敢认，这你并无唔对啊。想起安尼啊，伊所讲的话，伊是为着阮两个兄弟，才会甲阮阿爹冤家。一时失手，才将阮阿爹害死。我相信，阮阿娘绝对毋是遮尔正恶毒的人。也毋过即马，
想要认老母，已经无老母通认啊。看K三这么啊伤心，我是毋是应该将实情讲出来？志春，我若尔死，是毋是我害？我安尼是毋是变成不老子K三，你莫激动，不管什么理由，你若尔台式你那点总是事实，你莫搁自责啊！我再讲，你若真经派人落去河中打咧，但过就是拢找无你那尔尸体，这并毋是完全证实讲你那尔已经死啊！你是讲我若无死？我只是猜想而已。假使讲你若娘娘已经死啊，是安怎咱拢找无到伊的尸体？无定着伊是去互救去啊？安尼讲，我若娘的人无死，迄人呢？到底什么所在呢？哼，诸位前辈，个个拢是武林中的高手，竟然无法度低调柳河山，反倒当佮被伊拍败。我若安尼这款代志，若留到这个江湖上，敢是互人话我踢笑咧？小龙，你太无礼了，哪会用对诸位前辈讲这种话？是啦，我一时着急，要除掉柳河山，反倒等煞口不择言。诸位前辈，请原谅，请原谅，阮辈伫遮道歉啊！道歉。是啊，诸位前辈，柳河山的武功剑法确实高强，咱袂当逆势，不如就应地处。对，地处。只要柳河山的死，用什么价值拢会用尽。赵真兄，我有一个计，会当使柳河山壮烈。有啥物计讲出来，互大家听看卖。对，实在妙计，这真好的妙计，全咧做。万青，这款手段敢袂伤过弄毒？哎呀，即摆佫考虑安尼多？无毋对，假使讲柳河山若是无死，咱以后免有迄种民主在江湖上立足的。是，看柳河山以后有啥物办法，通躲过这一劫。全咧决定，只要柳河山会死，其他免顾虑咯。但是要注意恁小妹的行动，免会去泄露秘密啦。出！是还阁有要照咱的计划进行？当然是袂啊。若是你低调柳河山，事先要将恁伤的低调。当然有种，反倒等下因来生气来杀人，以防万一，你也先将恁伤的杀掉，打，来。